為咗掌握澳門特區人口變化情況，收集人口及住屋特徵等資料，統計暨普查局喺今年7月25號至8月15號期間進行中期人口統計。喺全澳住宅單位中，以1/9嘅比例抽出大約26000個住宅單位進行統計調查。被抽樣選中嘅住戶會喺7月22號起收到統計局嘅通知信。住戶可以經一戶通掃描通知信上嘅二維碼填報資料，亦可以透過電話或者由調查員上門協助完成。網上填報期係7月25號至8月10號。完成網上問卷嘅住戶可以獲得電子紅包。統計局調查員會喺8月1號至15號期間到訪未完成問卷嘅住戶收集資料。訪問時間一般係星期一至日下午2點半至晚上10點半。調查員身穿印有統計局標誌嘅深藍色背心，配備灰色工作袋，並佩戴印有2026中期人口統計標誌嘅工作證，以2人1組方式到戶訪問。所有完成問卷嘅住戶都會自動進入合作住戶大抽獎。統計工作有賴大家嘅合作同提供準確嘅資料，請支持2026中期人口統計。